喺體育界，跨界總係一件令人眼前一亮嘅事。當不同領域嘅頂尖運動員相遇，唔單止能夠撞出唔一樣嘅火花，更加能夠讓粉絲們感受到運動員哋嘅多面性同埋無限可能。最近，乒乓球界嘅小胖樊振東就跨界現身咗 MLB 東京賽，唔單止以靚仔嘅側臉引發熱議，仲30日首更 flop， 播放量驚人，令無數粉絲為之瘋狂。樊振東呢個名喺乒乓球界幾乎係無人唔知，無人唔曉。佢憑住出色嘅球技同埋穩健嘅心態，成為咗國乒嘅領軍人物之一。不過，除咗乒乓球，樊振東其實仲有好多體育愛好。呢次佢作為 MLB 中國區冠軍榮耀大使，現身東京巨蛋，睇咗一場精彩紛呈嘅棒球比賽，令粉絲哋看到咗佢唔同於乒乓球場嘅一面。當樊振東走入東京巨蛋嗰一刻，整個場館好似都沸騰咗起嚟。雖然佢唔係棒球運動員，但佢嘅出現卻引起咗現場觀眾嘅熱烈歡呼。畢竟樊振東喺乒乓球界嘅地位擺喺度，佢嘅每一個動作，每一次亮相都牽動住無數粉絲嘅心。而呢次佢選擇跨界嚟到棒球賽場，無疑係俾粉絲哋帶嚟咗一個巨大嘅驚喜。比賽開始之前，樊振東一身休閒裝扮，顯得既隨和又靚仔。佢坐喺觀眾席上，全神貫注咁注視住球場，眼神中透露出對棒球嘅濃厚興趣。隨住比賽嘅進行，樊振東都逐漸進入咗角色。佢時而為精彩嘅擊球鼓掌，時而為遺憾嘅失誤搖頭，完全沉浸喺咗比賽嘅氛圍中。而真正令樊振東成為全場焦點嘅，仲係佢嗰不經意間露出嘅靚仔側臉。當鏡頭捕捉到佢嘅側顏時，嗰分明嘅輪廓、專注嘅神情，瞬間令評論區沸騰咗起嚟。樊振東側臉好靚仔嘅話題迅速喺各大社交平台傳播開嚟，粉絲哋紛紛留言表示俾佢嘅顏值同氣質所迷倒。有人感慨，平時睇佢打乒乓球超厲害，冇諗到睇棒球時專注嘅側臉這麼迷人。仲有人直言，球技顏值雙在線，樊振東簡直就係完美嘅代名詞。當然，除咗靚仔嘅側臉，樊振東呢次跨界仲帶嚟咗另一個驚喜，30日首更嘅 flop。眾所周知，樊振東喺社交媒體上一直比較低調，好少更新自己嘅動態，所以呢次佢突然發 vlog， 無疑係令粉絲哋激動不已。喺呢支 vlog 入面，樊振東化身專業解說員，用佢那條理清晰、生動有趣嘅語言，為粉絲哋帶嚟咗一場沉浸式嘅棒球觀賽體驗。佢詳細描述咗比賽嘅進程，從開場階段小熊隊嘅迅猛攻勢，到道奇隊嘅迅速調整戰術、默契配合，再到最後嘅激烈對決，每一個細節都俾佢娓娓道嚟。你睇小熊隊呢個擊球手，佢揮棒嘅動作幾多流暢，力量幾多足，呢球直接飛咗出場外。樊振東喺 vlog 入面興奮地解說道，佢嘅聲音充滿咗激情同活力，好似自己都置身於比賽之中。而當佢睇到道奇隊喺短時間內連得3分時，更加忍唔住歡呼雀躍起嚟，太棒咗！道奇隊嘅配合真係太默契咗，呢就係棒球嘅魅力啊！除咗專業解說，樊振東仲喺 vlog 入面展現咗自己幽默風趣嘅一面。當比賽出現爭議判罰時，佢模仿起裁判嘅手勢同表情，逗得粉絲哋哈哈大笑。而當睇到球員哋拼盡全力去爭取每一個得分機會時，佢就露出咗欽佩之情。呢啲運動員真係太拼咗，佢哋為咗勝利不惜一切代價，呢種精神真係值得我哋學習。呢支 vlog 唔單止令粉絲哋感受到咗棒球比賽嘅緊張刺激，
更加令佢哋睇到咗樊振東賽場外真實、自然嘅一面。佢唔再係嗰個喺乒乓球場上嚴肅認真嘅小伴，而係一個充滿熱情、幽默風趣嘅大男孩。呢種反差萌令粉絲哋更加喜愛佢，更加期待佢未來嘅更多跨界嘗試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支 Plop 嘅播放量都達到咗驚人嘅水平，發僅10分鐘，播放量就突破咗10萬大關，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播放量更加唔斷攀升，成為咗當時社交媒體上嘅熱門話題。呢個成績唔單止證明咗樊振東嘅人氣同影響力，都令佢睇到咗自己喺跨界領域嘅無限可能。喺觀賽過程中，仲有一個小插曲令樊振東嘅粉絲哋感到格外驚喜，就係事隔8個月後，樊振東同日本名將張本智和嘅再次同框，兩人曾喺巴黎奧運會男單賽場上交鋒過。當時比賽異常激烈，雙方都拼盡咗全力。不過呢次喺東京巨蛋嘅相遇卻顯得格外友好。樊振東代表 MLB 向張本智和送咗禮物，而張本智和都喺社交媒體上用中日雙語致謝。呢一互動令網友哋感受到咗體育無國界嘅魅力，都令佢哋睇到咗運動員之間嘅友誼同尊重。有人留言表示，睇到佢哋這麼友好，我真係覺得體育係連接世界嘅橋。仲有人感慨，無論比賽場上幾多激烈，場下佢哋仲係好朋友啊。樊振東呢次跨界 MLB 東京賽嘅意義遠不止於此，佢通過自己嘅影響力同號召力，成功咁將棒球呢項運動推廣俾咗更多嘅人群。要知道，喺中國，棒球並唔係一項特別普及嘅運動，好多人對佢嘅了解都停留喺表面。不過，樊振東嘅出現卻令人哋睇到咗棒球嘅魅力同樂趣。佢嘅 Plop 唔單止令粉絲哋感受到咗棒球比賽嘅緊張刺激，更加令佢哋對呢項運動產生咗濃厚嘅興趣。有粉絲表示，睇咗樊振東嘅 Plop 後，我對棒球產生咗濃厚嘅興趣，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現場睇一場比賽。仲有人直言，樊振東真係太棒咗，佢唔單止乒乓球打得好，仲能夠推廣其他運動，真係我哋嘅驕傲。當然，都有人對樊振東嘅跨界表示質疑，佢哋認為作為一名乒乓球運動員，樊振東應該專注於自己嘅本職工作，而唔係去涉足其他領域。不過，我覺得呢種質疑是片面嘅。運動員都係人，佢哋都有自己嘅興趣同愛好。樊振東選擇跨界嘗試其他運動，唔單止係對自己嘅一種挑戰同突破，更加係對多元體育文化嘅熱愛同尊重。